我哋嘅診所叫做梁浩榮中醫醫務所。咁我哋嘅宗旨咧係以人為本，身心並治。咁我哋呢間診所咧係喺2019年1月份就創立嘅。咁創立嘅願景咧就希望咧為市民咧就係提供一個咧就係比較專科一啲嘅中醫服務。咁佢服務嘅範疇咧就係主要包含咗有一個甲狀腺嘅病啦，同埋一啲內分泌失調性嘅病嚟嘅。咁甲狀腺嘅病咧，其實都係好多人遇到一啲問題嘅。咁主要係包括咧就係一個甲亢啦、甲狀腺功能減退啦，又或者係甲狀腺結節啦。呢啲病咧都係困擾咗好多嘅中年人嘅一啲疾病嚟嘅。因為現代研究咧，呢啲內分泌失調嘅病咧，其實就同現代社會嘅工作緊張啦、家庭啊、學業啊方面所帶嚟一啲壓力咧，就令到一個人嘅內分泌失調咗嘅。咁好多人就初期就唔為意有呢啲病，咁嚟到嘅時候咧，先至知道自己係患上一啲比較嚴重嘅一啲甲狀腺方面嘅一啲問題。我哋就希望咧，就向市民提供一個比較專科一啲嘅服務咧，令佢哋咧就喺一個傳統嘅中醫服務嘅基礎上咧，有一個更加深化嘅一個比較全面啲嘅一個專業啲嘅服務嘅。現代社會咧，其實工作都好緊張啦，仲有好多病咧，其實都關乎內分泌失調嘅。即係舉個例子咧，女士一個月經失調咧，表面上咧就睇落去好似就係月經亂咗啊，或者係出現好多問題，有關乎到影響女士嘅身體健康嘅一啲生理嘅問題咧。咁其實都關乎到一個內分泌失調嘅。咁舉個例子就係痛經方面啦。咁痛經咧，似乎就只係痛嘅啫，但係佢實情後邊咧，可能好多就同精神因素係好有關係嘅。咁所以我哋診所一向提倡咧，就係話呢一個以人為本啦，身心並治呢個理念咧，其實就係想通過一個中醫專科服務，加上一個情緒方面嘅調理疏導咧，就令到一個內分泌失調嘅疾病咧，就得到一個全面嘅醫治。